互助會自1957年成立，一直秉持一切為孩子嘅信念，致力為有需要嘅兒童同埋青少年提供整全服務，包括寄養照顧、住宿照顧同埋校本輔導。現時營辦7間嘅兒童之家、1間兒童院同埋2間男童院，為因為缺乏家庭照顧而需要入住院舍嘅兒童同埋青少年提供全面嘅照顧服務。此外，亦都因應社會需要，推展多元化嘅自資社會服務。同時營辦幼稚園、小學同埋群育學校，全面支持學生成長與發展㗎。咁詳情可以瀏覽該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3416249查詢。好啦，今期樂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6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數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47期嘅6合彩現場攪珠。幾多號啊？47英文啊。47。18。10號。10啊。7啊。7。2號啊，2啊。第4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18。5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8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8。8號 8。第6個搞出嚟嘅號碼係8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8。4啊。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4。4。今期樂彩已經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2號、7號、8號、10號、18號、47號，而特別號碼係4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樂彩結果，即投2、3張嘅派彩獎嘅